當 I 人去到 E 人天堂按摩店，呢間就係曼谷最嘈嘅按摩店。佢會送一對拖鞋，然後幫你打卡。作為一個死 I 仔，我真係好驚跟住落嚟會發生嘅事。首先一開始佢會每人派一副黑超同埋一隻尖叫雞。按到咁上下會有班人開始出嚟跳舞。我最唔想發生嘅事情都係發生咗，佢捉我出去跳舞啊！作為一個死 I 仔，我係唔識得拒絕人嘅。跳到一半，佢走咗返去，抌低我一個啊！最後會畀返張相你，同埋請你食杯冰。